不管咸水老街，或者是月顶港等4条散步路线的历史文化加故事典故，拢真值得游客做深度认识。加上新化大麦港文化园区嘛，同款有丰富精彩故事。所以市府今年配合当地文史协会，培训45位导览志工，要来带领游客进行专业的讲解，相当难得。市府观光旅局嘛特别开记者会来宣传，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到场，邀请全国游客拢来台南体验在地人文风景。许多文史工作室的老师，他们认为有让平常只是比较浮面的这个走走逛逛、吃吃喝喝之外呢，有一些深度的旅游。这个深度的旅游让许多他们原先做文史研究的老师们，他们就有机会来跟外地或是本地，甚至台南市其他地方的市民朋友来介绍这些小镇还有老镇它的一个细细品味的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我们还是必须要体会老师们的辛苦，所以用一个比较小小的花费，能够得到深度的旅游满载而归。我们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组团。咸水区加新化区的散步导览路线，拢采取付费的方式，欢迎有兴趣的民众线顶预约游艇，和导览员带你慢慢来体验大台南人文历史的水。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